歡迎大家收睇保險個案知多啲。我係 Otto，我係 Angela。首先睇返今集嘅個案先。投訴人因為胸痛同背痛持續咗1個星期，所以就去咗內地醫院求診。咁檢查結果確診為乙型主動脈剝離，於是就做咗血管腔內主動脈瘤修復手術。出院之後就向保險公司索償主動脈手術危疾賠償。喺保險公司調查索償期間，發現內地醫院嘅入院記錄寫住投訴人有7年高血壓記錄，但喺4年前投保嘅時候冇申報到。保險公司認為呢項屬於重要事實，會影響核保結果，於是乎就拒絕咗投訴人危疾賠償申請。投訴人話自己從來冇高血壓，所以向保險公司提出咗上訴。提交咗由內地醫院發出嘅修訂證明書，證明咗高血壓病歷資料係錯誤嘅記錄。但保險公司又指出，喺保單生效後4個月，曾經因為胃炎而入住咗香港嘅私家醫院。嗰次住院3次血壓讀數偏高，屬於高血壓，所以保險公司維持咗原判。於是投訴人就去咗保險投訴局投訴。俾3秒大家估下今次嘅投訴成唔成功呢？今次投訴嘅結果係成功嘅。咁Otto啊，成功嘅關鍵係喺邊度呢？因為根據保單嘅條款，投保人必須如實回答投保申請書上嘅問題。由於冇具體嘅醫療證據顯示投訴人喺投保前就高血壓接受過任何醫療諮詢或者治療，所以相信投訴人已經誠實咁回答投保申請書上嘅問題。至於香港私家醫院嗰次高血壓發生喺保單生效4個月之後，所以唔應該成為拒賠嘅理由。基於以上嘅原因，投訴委員會認為保險公司以冇披露重要事實拒賠嘅理據駁約，裁定保險公司需向投訴人就主動脈手術作出危疾賠償。如果大家想知多啲今集關於如實披露重要事實嘅資訊，歡迎 inbox 留言俾我哋啊！今集保險個案知多啲就講到呢度啦，下集見，拜拜拜。